僑胞僑界一直都係一支十分重要嘅愛國愛港力量。你認為香港應該如何加強僑務工作，團結僑界力量，以齊心建設香港呢？關於我哋僑胞啦，或者僑聯相關嘅一啲團體啦，或者我俗稱為全國性嘅一啲團體代表或者成員啦，都係我哋堅實嘅愛國者啦，致力維護一國兩制嘅行穩致遠啦。其實都係香港不可或缺嘅重要力量。喺過去1個月啦，達成其實係拜訪咗好多唔同嘅界別嘅選民嘅。咁其實留意到我哋嘅選民背景係多元嘅，唔單止嚟自頭先講到嘅僑界、工商界啦，咁甚至係有專業服務啊、婦女啊、青年發展啊、創科產業啊、文化藝術體育啊等等啦，亦都係假如達成有機會加入到議會，我頭先一開始亦都講到，我必須會積極咁樣去通過我一個發揮我自己擅長嘅角色，就係通過調查研究嘅方式，去向各位嘅選民咧索取唔同嘅意見，定期向政府反映嘅。透過一個調查專案嘅研究方式啦，其實都係有效去聚焦喺唔同嘅政策議題入邊啦，亦都係通過科學化嘅分析，為政府去建言獻策啦。此外啦，亦都係需要積極去發揮我哋愛國者嘅一個建設嘅力量啦。其實全國性嘅團體擁有豐富嘅商業嘅資源啦，同埋人際網絡啦，亦都係可以成為香港嘅商務大使啦，配合特區政府嘅一啲出海嘅專班啦，協助一啲內地嘅企業同埋一啲本地嘅企業啦，一齊共同去出海啦，亦都可以通過貿發局嘅一啲雙親會啦嘅形式去吸引一啲企業啦，利用呢啲平台去發揮好內聯外通嘅一個功能嘅。第三方面，亦都可以發揮好我哋成立一個例如話國際嘅宣講隊嘅精神啦，邀請世界各地嘅團體嚟香港啦，甚至我哋組織呢啲我哋相關團體啦，以青年嘅視角去説好香港嘅一啲發展機遇啦，同埋成就嘅。呢方面亦都係有助去推動香港咧説好香港嘅故事嘅。以上等等嘅例子啦，我頭先提出嘅，其實作為無論係僑聯僑胞也好，或者係我哋香港嘅愛國團體也好，其實都係未來可以去參與更加多嘅工作。請大家珍惜一個改變嘅機會，等青年嘅聲音能夠進入議會。請支持青年愛國者嘅傳承，支持1號黎達成。多謝。